即马吼咧开即条588加即条133的，我感觉是那真好啦，因为吼第一就是讲咱伊即条133线咧爱甲咱拓宽，你路啊开好了吼，即个地方会较会发展啦，路较大条较会发展，这好啦。我们永康交流道的联络道路，也就是从永康的永安路哦，那经过我们的长河路，那再经过我们这个安南医院旁边，我们新开辟一条20米大道哦，那这个总经费大概是38亿。那我们今天看的呢是最后一段，也就是南133线，那这个是3.54亿哦，那已经完成了。那这整个永康交流道联络道路呢，大概要全部完成呢，38要全部完成，大概在明年的这个中旬哦。那完成以后呢，大概永安路、长河路这一段呢，全部大概40米哦。那大概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国8和133线的交叉点，那目前是以这个平面红绿灯来控制。那可以讲啊，大概全国的高速公路只有这个地方有红绿灯哦。那这一次呢，我们争取到中央那同意呢，我们改为这个立体交叉，也就是说未来的话呢，不必在这边等红绿灯，我会把它做成一个这个正常的这个交流道，也就是高架，而且还是在这个133线呢还可以下来。那这个案子呢，大概行政院这个国发会呢也已经同意哦。那总经费22亿，那我们会配合那个中央啊，积极的来把它尽快完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近日完成国道1号永康交流道联络道安定区南133线的道路拓宽工程，剩余北外环至东河桥部分将在明年完工。整体完工后，将有助于疏通安南区至永康区交通拥塞问题。此外，台南市积极向中央争取国道8号与南133线路口立体化工程，也获得通过。未来完成高架桥交通立体化后，也可改善主线道车流回堵的问题，提升周边路网的运输服务效能。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过去当初在设计国道8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民意代表的要求，所以特别国道8在这个地方下来啊，制造了一个红绿灯。那其实坦白讲，由于现在南科的通车、南科的启用、南科的发展，因为南科的发展造成了许多车流跟人流。那在这个地方国道下来变成多增加一个红绿灯，其实坦白讲会增加很多交通的拥塞。那将来你如果要下来的话，如果是要在当地的人还是可以从国道8下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国道8会直接通过这个红绿灯，一直延续到国道8的尽头。因此呢，估计起来交通时间可以节省非常多，那也有效的这个疏导了这个国道8的以及南科的车流。我相信这个部分，谢谢中央的支持，我们台南市政府的配合款、地方的自筹款，我们也会努力来达标。希望这个工程赶快做完了，能够疏解国道8以及南科的车流。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议会第3届第8次定期会下晡听证会除了确定对7月28召开，另外针对市府宣布老人福利健保费的补助将提高3000到2万不等，整个预算将增加14亿议案。议员认为预算拢也未通过，市府的先公布并无认同，而且到底到摆付，要求市府讲好清楚。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8次定期会下午召开第1次的听事委员会，会中除了确定议事日程的草案，将对7月28到10月5号来召开。其中针对总预算的部分，因为每年市府将增加老人的福利健保费的补助，费用对3000到2万块不等，造成完善老人福利的经费对5亿外增加到14.1亿。
对此，听诉委员认为，增加的费用到底对对来，补助的对象是毋是有排富，要求市府爱说明清楚。当初讲无钱1000要排富，即摆讲钱变3000无问题，钱有钱因讲，无钱因讲。我即摆重点要讲的就是讲，咱中央坐立金，交健保补助费，拢是咱其中讲了算，就是规法定的社会福利。咱要安怎讲安怎讲啦吼。我相信咱新北市也伫遮啦。我即摆咧讲就是讲，今年市长在那边，到底是要安怎审啦？政府要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嘛要等甲议会预算审查通过，伊当来宣布讲伊明年要安怎做啊？即摆已经宣布明年要安怎做，安尼佫是要审安怎？规支合区拢讲市府无钱，你即摆加3000，钱拄到来，你莫甲大家讲有清楚，吼？你规个拢你咧做球的，你今仔要安怎久才你讲？佮而且无要尊重议会，你要今仔赔3000，你的钱拄倒来嘛？加3000，你钱拄倒来嘛？阮要求的是爱比较其他的县市嘛，咱毋爱做2点国民嘛，做3点国民嘛。实际上，看这次的整个的补贴里面是有没有排富有没有排富这样第一点。第二，针对的这个预算的税出税入的那个，我们要如何来收支平衡？那主机单位整个的财源的运用情形，收入是不是够？那不足的是要去举债或者是其他方式来争取中央的补助，要说明一下。我们都是12% 以上都把它排除掉在外，所以说12% 以上这个排富都是排富在12%，所得税率在12% 以上的部分是把它排除掉，就排富了哈。税入总共有980亿，那税出会编了1025亿。税入多少？980亿。税出是1025亿，那我们差短是15亿，是几届来平衡。因为下半年定期会主要是咧审预算，加上顶一会期经发局长的6大弊案，造成议员甲官员互相过来过去。虽然该案市府嘛交政府单位来调查，而且嘛进入司法的程序，不过在这嘛有听取委员认为市府的作为无够积极。因此要求市府针对该案应该做专案报告，但无将负审经发局的预算。最后委员会嘛决定伫8月24下午来召开专案报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徛伫监督立场，台湾基进党台南市党部强烈批评议会3天来开人民20亿的税金，不过真侪议员表现却无好。包括诈领助理费、侵占公物以及开会无准时等等。会中基进党5位议员参选人嘛提出4大承诺，希望作为议会改革善风。台湾基进党台南市党部的主委，同时嘛是东区议员参选人李宗仁，上午带领其他4区，包括安南区的参选人王明燕、大北门区黄建昌、南区甲安平区的陈嘉玲。甲永康区的议员参选人吴怡杰等5位参选人，伫台南市议会门口召开议会角落甲总体检的记者会。李宗仁表示，台南市议会过去开了真侪人民的纳税钱，过去3天来，包括议员之领的费用、定期会、临时会、出国考察，甲议会人事周边支出竟然高达20亿，但议程的品质敢有对咧提升，嘛提出质疑。咱今日主要的诉求就是讲，伫过去3天内，台南市议会其实开了20几亿的人民的纳税金，但是咱看到咱市议会足侪的市员发生过问题，包括讲有8名的这个市员涉嫌诈领助理费，诈领金额高达4500万元。那还有许多的这个开会，然后开会迟到，或者是领了钱不开会的种种的这个弊端发生。咱也希望讲，伫台南咧进步的这个期间内底，希望台南市民会当选出符合大都、符合高度知名的市员。除了庞大的预算支出，另外伫议员的品质方面，基进党嘛批评诈领助理费，尤其过去几天来，总共有8位议员涉案，诈领金额至少4500万。因此，基进党嘛提出4大承诺甲保证，包括不缺席、不贪污、不予认定、
愿意作为议会改革的先锋。今天代表5位台南的参选人来提出4大保证：第一，我们保证没有前科；第二，保证学经历不灌水；第三，保证有理念；第四，保证不乱搞。希望提出这4大保证，可以应允台南市民一个更好的议会。基进议会，你通无得吹，咱的台南，基进刚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传播媒体发达，有人想要红，会替家己宣传成为素人名称。现在嘛有庙宇看准新媒体传播的潜力，用轻松趣味影片就社群软体，希望吸引更较侪少年朋友来亲近庙宇文化。拍开抖音平台，马上就能看到各种趣味生动的底版影片，不管是好笑、感动，或者是知识性的，拢有。也因为影片拢是短，非常适合现代人无闲的生活步骤。现在嘛有愈来愈侪民众开始咧使用台湾手庙天坛为种传统庙宇文化推广，互更侪人了解。自今年5月起，伫抖音平台创立了台湾手庙天坛账号。希望会当吸引更侪少年人亲近庙宇文化。因为这个社群软体呢，目前算是还蛮受欢迎，也蛮受喜爱的一个手机直播的音乐平台。那因为它可以录制差不多3分啊，还是1分钟，或者15分，还是更长的那种影片。那还可以把这些影片或照片呢，这个就是传上去这个平台里面。我们是想说，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那不仅吸引年轻人，我们还可以借由这个平台呢，可以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一些长辈呀。采访这天，拄好拄到手庙天坛咧翕影片，介绍庙内这座100年不灭的油灯，看到团队为拍摄内容到手势位置，一点仔都无凊彩。常亮这样，100年不灭的灯。那个我们这个服务员在倒这个油，是因为我们的信众他来拜拜，然后他是不会添油？对，添油有剩下一点点，就会放在我们那个旁边的那个小格子里面，然后我们的服务人就把它倒到这个那个100年不灭的那个油灯里面。平常创作的一些灵感是怎么来的？创作灵感就从我们服务香客的过程，然后想要带给他们不一样的角度或画面的呈现，对，让他了解说，我们为了香客做了些什么，让他们可以达到他们心灵的安定。为开始到现在，只短短2个月的时间，台湾手庙天坛抖音的账号就已经拍了将近50部影片。吸引全部加起来超过数十万的观看人次，成功将庙宇文化推广予更侪网络世代认识。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大学里长柯俊雄连任10届，服务在地40天，今年宣布无被决选啊。市长委贴为了感谢伊长期的辛劳，特别到伊厝内致敬红色匾仔，而了伊实传实美。伫台南市大学里已经连任10届里长柯俊雄日前宣布，今年无搁再投入选战。市长认为柯里长长期牺牲奉献，甚至40天来捐出里长事务费来筹办奖学金，已经是台南地方驻地历史上指标性的任务，所以亲自上上匾仔，而了伊实传实美。代表市民朋友们，感谢许里长，他大半辈子终身的奉献给里民。许里长不仅是连任10届，担任41年的里长，而且他任内把他的薪资完全捐出来作为奖学金，造福许多学者。更不用提说他在里长任内对于理念的建设以及市政的一个建言跟里民的服务，我相信是大家有口皆碑的，要不然不可能连任10次的里长。我想说这个部分是可以说是在台南地方自治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留下一个指标型的人物哈。这一生有这么样的荣耀给市长，他们各位
通通到我这个寒舍来，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荣耀，也最大的感谢，所以终身的感谢各位。利用柯俊雄会当讲一世人拢为民服务做公益，经核选全国好人好事代表的8得奖，相当值得肯定。咱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今年台湾购物节迈入第12档，去年消费订阅的总金额超过124亿，创下新的纪录。所以今年购物节提前伫迄落的登场，由长活动到半档。警方局表示，结合饭店、商圈甲农特产的优惠，第一波已经祭出汽机车甲机票等大奖，希望吸引更较侪人来台南观光。3、2、1，请开始！今年台南购物节12周年，对14号开始已经先祭出汽机车等大奖。开幕头一天，市府嘛邀请侪商圈的特产、美食甲伴手礼，先予大家品尝，邀请大家来台南观光旅游。我们今年的购物节里面呢，也会特别针对女性的朋友、亲子、小朋友有更多的活动。我想购物节每一年，我们让我们的商圈让我们的观光工厂，让我们的百货公司，以及让我们的各观光旅宿业，大家共同来参与。在这个活动中，我们有非常多的好礼物，跟去年一样，跟前年一样，我们这次也是只要满100元就可以获得一组抽奖的序号，有非常多惊奇的好礼，海陆空的套装来欢迎各位。根据了解，市长五月贴9年以后，台南购物节的累计消费总额达到突破。对40多亿，到去年已经破124亿，所以今年提早对暑假开始，嘛希望拼疫情过后的商机。10年当前啦吼，咱开始办购物节之后，大概是20几亿开始，然后到黄市长接任之后呢，我们从40几亿变到今年去年嘛哈，去年124亿，哦，非常不简单。那么代表说，我们不管是在新港黄伟哲市长虽然跟大家别来啊，掌声他应该听得到了哈。我们的商圈，还有我们的住宿，还有各式的这个商圈观光啦哈，咱拢甲结合在一起。市表示，民众只要到12月31号的活动期间，伫台南单笔消费满100块，迄个是伫台南好物、台南便利商店网络平台消费满100块，同款拢会当订阅抽奖，9月开始的每个月拢会抽。咱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台南府城上较有特色的做展览会，其中展览会正青春艺术节嘛正式开始。今年文化局结合剧场、讲座、市集以及舞展等活动，要予少年学生有无同款的成年礼。上青春热情的展览会——长青春艺术节，活动以台南府城在地传统文化做展览会为概念，透过剧场展演的方式。予青年朋友有一个会当展现青春活力的舞台。今年的剧场演出是以赋予开根号为主题，演出属于年轻世代自由灵魂的人生风景。16岁正青春是台南市在暑假期间给年轻人的一个最青春的一个舞台。那16岁正青春艺术节，其实这几年来在台积电的协助之下，其实我们提供了一个所谓的。看戏、做戏、扮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年轻人可以从表演艺术上体会到整个人生初期的一个开始。那遭遇到哪些困难，如何去突破这些困境，然后如何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他们这个过程的一个历练。这次艺术节是台南市文化局甲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透过剧场表演艺术。完成台南市第一个文化公民成年礼，活动借由讲座、市集、户外展演、舞蹈表演等方式，予青年合作参与，要将台南做展览会成年礼传统，以艺术表演形式传承予年轻世代。展览会长青春艺术节系列活动也将持续到8月14日。相关演出资讯，嘛会当伫网络上搜寻展览会长青春艺术节，伫伊的脸书粉丝专页就会当查询到。
台南新闻张硕维、杨顺怀采访报道。疫情期间无方便出国，佮想要带囡仔感受乐色吗？高雄科工馆目前正展出探索乐园，特别模拟真实的北海道乐色，甚至有充满速度感的滑雪道。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把握机会。小孩子一屁股坐进圆形的雪圈里，对着镜头比了个耶之后，满怀期待的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着雪白滑道顺畅的一溜而下。一旁空地还有小朋友正拿着铲子专注的堆雪。如此有北国风情的场景，这里可不是北海道，而是高雄科工馆里的滑雪乐园。我们那个雪啊，是用常温，它是用矿物岩做的，对，可以塑形，常温雪。对，它就不需要穿厚重的外套，然后就可以来体验滑雪的感觉。对，然后我们有分玩雪区跟滑雪区，让在台湾那么炎热的天气啊，也可以享受到玩雪的感觉。而除了刺激的滑道以及能发挥创意的玩雪区之外，旁边还矗立着如同城堡的攀爬区，有大型溜滑梯、攀爬网等等设施，看小朋友们穿梭在里面，时而爬上爬下，尽情释放过剩的精力。攀爬区呢，它就是可以很适合一些小朋友平常放假的时候就可以来放风一下，因为这边是很好放电的地方，因为它这里啊有很多关卡，就很适合小朋友来这边跑跑啊、跳跳之类的。希望家长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多陪陪小朋友，然后可以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用矿物岩模拟的雪花质地细腻，飘散在空中，这一份在亚热带国家少见的梦幻飘雪画面，搭配有速度感的设施，难怪大小朋友们都玩得不亦乐乎，也满足了不能出国的遗憾。就可能是出生在疫情的时代，所以他很难出国，所以只能在这种营造的环境去体验异国的风情这样子。刚好小孩子也很喜欢玩滑梯，那它相对其实是一个营造一个冬季下雪的场景，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可以让小孩子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享受滑滑梯的乐趣，这样，所以才会带他过来这样。夏天到来，闷热的天气，放假不知道要带小孩子到哪里玩吗？这座室内滑雪乐园不用出国，也无需厚重的服装，就能让孩子感受置身雪国的风情，体验滑雪快感。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本园相信对着无闲的上班族来讲是真方便的餐点，其中有一间位伫武庙头前的Okinawa本园，看起来真简单，不过却加入满满的配料，每一喙拢是满足。这间武庙前的摊车，小小空间却有霸气豪迈的料理。看老板把一整只软壳蟹放入油锅炸得金黄酥脆，起锅后不切开，直接叠在白饭、午餐肉、玉子烧等配料上面。超浮夸的爆量馅料，让包覆饭团的海苔也显得非常吃力，给人满满的视觉冲击。那我们就想说，把软壳蟹整只包入在饭团里面，因为目前的话比较少人把整只软壳蟹包在饭团里面。那搭配我们的泡菜，那因为油炸的东西搭上酸甜的东西可以解腻。那如果不吃辣的话，也可以吃我们的南洋咖喱那一类的。而他们的浮夸饭团可不止软壳蟹，塞进整整3条炸虾的重量级招牌也是一绝。经过炙烧后的明太子散发诱人香气，与外酥内嫩的炸虾一起大口咬下，多种层次在舌头上交织，最后像是海啸爆发一样淹没你的味蕾。那明太子炸虾的话，我们也是以白饭，然后午餐肉蛋，然后再铺上我们日本进口的明太子下去做炙烧，然后再放上一只炸的大虾这样，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会有满满的海味这样，然后又搭上炸虾，其实还不错。对于冲绳饭团，老板解释，这是用白米制作的一种简单日式饭团，通常会加上午餐肉与煎蛋，而他们在这基础上加入变化，用饱满到快要炸裂的内馅，成为吸引顾客的绝佳卖点。其他口味就是看要做什么口味，就是再把它往上堆加。那我们把它融入比较台湾的特色味道，还有一些异国。譬如说我们的泡菜，或者是南洋的咖喱口味。这间握饭团摊车有着惊人的豪华馅料，加上方便实用的特性，广受附近的上班族欢迎，成为这处武庙美食战场不容小看的生力军。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感谢收看7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